家好，我係包包，歡迎又返嚟拜拜壓力煲咯喎。拜拜壓力煲第8集。開始今日嘅主題之前呢，我想先講一講雲福苑。最近新聞呢已經播出咗調查內容啊嘛。有街坊提到呢，相關部門面對問題嘅時候呢，只係講咗4個字：唔關我事。聽到呢句呢，真係心寒。就算件事係同你冇直接關係，面對咁大嘅災難，都唔應該講一句唔關我事係嘛？係咪啊？人與人之間係互相牽連嘅。今日件事唔關你事，聽日件事就可能關你事啦。都好彩，仲有好多香港市民係善良嘅，盡管能力上幫唔到太多，精神心理上都會一直默默咁支持佢哋嘅。返嚟今日嘅標題啊，忙到爆心好亂，你可能有高功能焦慮喎。今集係高功能焦慮症系列嘅第1集，專門係講俾 OTO 到天黑嘅職場人士啦，同埋剪片剪到手軟嘅內容創作者啦，或者都係俾做家務做到24小時都覺得唔夠嘅家庭主婦或者係主夫啦，俾你哋聽㗎喎。以下有大約6類人呢係最易中招嘅，你聽下自己係邊一類。第一，完美主義者，即係呢剪片剪到3點都剪得唔滿意嗰啲嘅。第二， OT 文化職場人士，朝9晚11都係可以覺得正常嘅。第三，好難 say no 嗰啲義氣仔嘅義氣同事嘅，永遠都係擺到自己最後嗰個。第四，假日放假嘅時候係會感到內疚，佢哋覺得休息係浪費時間。第五，自責型工作狂，成日都覺得自己唔夠好。第六，表面光鮮，內心好亂，即係咩呢？你 po IG， 你揀咗100張 IG 相，揀到深夜，揀到失眠，先至揀得到嗰張最靚嘅 po 上去，但係成日就係揀嗰張相咯。你係邊類呢？有時候呢，高功能內向加高功能焦慮，往往都係喺同一個硬幣兩面嘅兩面。即係話一面係天生傾向沉靜嘅，你會好細心思考型嘅。但另一面呢，就係你喺外界文化逼到你要開放你嘅高效率運作。如果你中咗呢，其實只係你嘅內向性格被擺喺一個唔適合嘅環境入面運作，你用咗高壓模式去做嘢啊！再講下高功能焦慮者嘅3個典型特徵啊。特徵1，完美主義斷線咗嘅。不過即係例如呢，健身教練教學生啦，咁啊教極啲學生呢做嘅都做唔識嘅，咁佢哋會開始懷疑自己嘅能力啦，係咪我教得唔啱呢？咁又或者你寫一封電郵，改個封電郵其實得個5句嘅啫，但係你改咗5次，改嚟改去都有幾隻字，就係唔夠膽 send 出街。腦神經科學話，行人活24小時警戒，你嘅前額葉呢就會過勞噶啦。即係話完美，你哋會覺得完美就係成功啊嘛，唔完美呢，即係咩？你失敗。呢個咪係一個咩死循環咯，係咁碌個腦裏邊。所以呢，完美主義者十居其九都係高功能焦慮者嘅候選人。特徵2呢，好啦，有人想陪你，你都會覺得係壓力噶。朋友約你食飯，見你咁辛苦，你個腦即刻彈出，咦？唔係喎，聽日 deadline。或者係嗰隻貓見你喺度猛做嘢，成日做嘢，就過嚟黐下你啦，你都可能覺得話：哎呀仔，冇時間陪你啊，我心情好差，好多嘢做。特徵3，休息係等於辛苦。週末瞓晏覺，週末即係假期啦。起身第一個念頭就係話：死啦！我瞓咗半日，嘥咗半日時間。
或者係你做緊478呼吸法，做到一半，個腦已經去咗嗰個工作 deadlist，嗰個工作 deadline 或者係個 checklist，個腦已經游運咗去個工作上面。香港嘅數據呢話，差唔多有70%嘅白領都係會受到唔同程度嘅高功能焦慮影響，特別係管理層，其中90%自己係冇察覺到。因為點解啊？佢哋覺得忙就係正常，死唔死？好，以下有5個簡單嘅自我測驗，你如果答係嘅呢，就剔一剔。準備好未？開始。第一，你勤力工作，內心總係覺得自己做唔夠好，有冇？第二，朋友想幫你，你反而覺得係一種負擔，有冇？第三，停落嚟休息，反而比做嘢嘅時候更加唔安樂㗎，有冇啊？第四，你覺得工作狂係人生有價值嘅意思，有冇？第五，OT 完，你唔係鬆一口氣，你係反而更加會自責㗎，有冇？好啦，睇下自己有幾多剔，有冇3條？有冇中咗3個剔？如果有，就係高功能焦慮症嘅陽性反應，即係中咗。如果中晒5個呢，你需要咩？你需要急救啊！你快啲急補返自己啊，好好去急救啊！所以聽下一集，下一集就會講急救嘅方法。好啦，自測完係同唔係呢，都唔好立即跳過呢個感覺。下次如果你感受到忙到好緊要，心好煩亂，嗰一刻試住同自己講：原來我而家係高功能焦慮模式裏邊，知唔知？呢句好簡單，雖然係好簡單嘅一句，好似係會俾咗自己一個安全區咁嘅，唔係壓抑自己去面對壓力，係去識別呢個壓力。即係話呢個緊張唔係代表我失敗，而係我喺某部分覺得好辛苦咁嘅感受啫。你知道嗎？佛經裏邊有一個好重要修行，其中之一叫做觀。觀者唔係批評，係觀察自己嘅狀態，將你嘅壓力離開一段距離去觀察佢，睇佢，咁你個壓力就唔會完全墮入呢個內耗嘅模式。其實呢，高功能焦慮者呢，唔一定係受害者嚟嘅喎，有時呢，佢可以係施壓者。呢一種高功能焦慮者呢，唔一定係成日又驚又喊又怕嘅，佢哋唔一定係內向高壓嘅，佢哋可以成日用情緒、語氣同埋節奏，同一份我好犧牲啊，我好負責任嘅姿態，去逼佢哋身邊嘅人或者係同事親人一齊去處於一種戒備、緊張、壓迫嘅狀態。但係佢哋係唔係特登想傷害你哋？但係佢哋喺雙方互動入邊呢，你就會被逼成為佢哋嘅承受壓力嘅目標嘅人啦。嗱，呢一類人呢，呢一類嘅高功能焦慮者嘅施壓者呢，我會擺喺下一集再講詳細啲嘅。點解香港職場特別易中招㗎？高功能焦慮者呢，肯定唔係懶，唔係冇能力，而係太容易將自己孭上全世界工作上身。大腦成日喺準備工作同埋已經超載嘅同時間一齊運行，即係比喻為有1000個人要去游個25米嘅泳池仔，我想問點游呢？企都企唔到啦。OT 文化教我哋 OT 就等於努力，忙碌就等於有價值，完美就係專業。結果呢，大腦俾呢啲咁嘅我叫誤導啦，洗晒腦，長期高皮質醇 HPA 逐失調，焦慮變成生理上嘅習慣，好似唔焦慮先係唔啱咁。個腦俾你洗到係咁樣模式去運作。
下集預告，今集講咗咁多高功能焦慮者受壓之苦啦，咁下一集梗係會講咩呢？會講急救方法啦。下一集呢，會補充另一類高功能焦慮者嘅壓力輸送型，講佢哋係點樣同壓力承受者嘅互動。如果你發現自己成日俾人用我好辛苦啊，我都係為件事啫，我都係為個大局啫，我為個仔為個女啫，我為你啫，我為呢啊，我為路啫嘅情緒包圍到窒晒息呢，咁你有很大機會係中咗壓力承受者嘅角色。下一集我會教你情緒自我檢證。如果用語言去命名呢，我被輸入咗好多高壓情緒，而唔係去承受呢啲高壓情緒。好啦，OT 完好煩好高壓，放唔低工作，可以用30秒去平復嘅，協助你由被情緒窒息返到係去一個我自己好安全，我係有界限嘅安全狀態。俾個腦唞一唞啦，仲有更多實際嘅方法，所以下集呢，記住收聽。OK，最後我哋一齊做2段深呼吸練習，幫自己收一收心。其實上次我做完瑜伽之後呢，老師已經話我知一個好實用嘅建議，叫做基礎胸腔呼吸法。如果之後想做一個中間要閉氣嘅呼吸法呢，譬如話4-4-4-4或者係4-7-8呼吸法呢，建議最好先做咗我一陣間教你嘅呢個深同埋慢嘅穩定呼吸，等啲細胞充滿晒入邊，身體裏邊充滿晒我哋嗰啲氧氣運咗入細胞裏邊，我哋嘅身體呢就會好似開咗機咁樣噶啦。再做一啲進階式嘅呼吸法，就會事半功倍，亦都會安全啲同埋舒適啲同埋穩定啲。所以喺今集呢，我會帶你做一個既簡單又有力量嘅基礎呼吸法。我哋開始，先揾個舒服嘅姿勢啦，坐好，周圍係冇人騷擾你嘅基本嘢啦，背脊自然挺直，膊頭放鬆，將自己嘅注意力放喺個胸腔處，用手輕輕放喺個胸口上邊。之後會要感受一下呢個胸骨擴張，吸氣嘅時候係全面擴張胸骨，同埋你感覺到你嘅心跳。我哋會做吸氣6秒，呼氣8秒嘅呼吸法。準備好未？好，吸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嗱，呢一個吸氣6下呢，就係要感受個胸腔慢慢係4方8面擴張嘅。然後呼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呢個呼氣呢，我哋個胸口係會慢慢收回嘅，唔好一次過呼晒，一次過呼晒就8唔到秒噶啦吓，慢慢收回，呼吸平穩而且係有力嘅。嗱，我哋再做一次啊，今次就慢慢做，我就幫你去數秒數，好冇？嗱，準備開始，吸氣2、3、4、5、6。呼氣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放鬆。嗱，每一次吸氣呢，都係幫助個細胞係吸多啲能量咧，氧氣可以帶到啲細胞有能量。每一次嘅呼氣呢，都係把今日嘅壓力同埋啲垃圾入邊啲垃圾呢積聚放翻晒，慢慢放低同埋放翻晒出嚟。個關鍵係咧，用胸腔去感受吸氣嗰一刻咧，係膨脹同空氣，即係有個空間感。當你膨脹裏邊嘅空肺，等佢細胞能夠盡量充滿氧氣。只要練好呢個基礎咧，我哋進階呼吸法咧就會較易去處理噶啦。身體係一個需要特定嘅基礎條件去做一啲進階模式嘅運作噶，先可以我哋安全咁樣接受一啲更高嘅能量。所以記住，所有嘢都要好好練習個基本功。俾個功課自己，今晚瞓覺前做2次頭先個呼吸法。好啦，我隻長期 fans 喺我隔離瞓緊覺，我又要陪佢啦。多謝各位收聽，拜拜！壓力煲第8集，記得唔好一個人頂住所有壓力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